黃毓民議員，多謝主席。嗱，相關嘅修正案裏邊咧，其中一個就係削減呢個行政長官辦公室嘅開支。咁剛才喺我上一次發言嘅時候咧，我都提到呢個行政長官同埋其中一位特首辦嘅成員，就係呢個新聞統籌專員。我跟住詳細啲講一講。嗱，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負責嘅工作係咩咧？佢職責就係佢要輔助行政長官工作，並且有下列嘅職務嘅。第一，就重大政策計劃出台，制定新聞資訊同埋公共關係策略。第二，就係協調重大政策計劃出台嘅時間表。第三呢，就係因政府新聞處處長與政府新聞處處長同埋主要官員嘅新聞秘書緊密聯繫，以確保重大政策嘅新聞資訊同埋公共關係策略得到貫徹執行，並且監察公眾同埋傳媒嘅反應。第四呢，就係策劃同安排行政長官參與嘅公職活動，包括發表演說、海外訪問、巡視社區、同編輯記者會面以及出席記者會。第五，就係代表行政長官同本地國際傳媒聯絡。第六，就係需要時擔任行政長官發言人，以及第七，處理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組嘅工作。嗱，俾份人工你，一日萬幾蚊，就係要你做呢啲嘢。但係呢條友仔不務正業，最常見嘅佢做啲咩呢？第一就係毆打，周圍去撩起啲火頭毆打。喺呢舉一啲簡單嘅例子啦，係嘛？第一，佢係最中意公開批評啲反對派，包括啲泛民主派，完全罔顧佢作為一個新聞統籌專員嘅身份。同埋玩忽職守，頭先我講咗佢要做嗰啲嘢幾重要呢？佢係等於一個政府最高領導嘅政治公關人員，呢一個職位係非常之重要嘅。個政府嘅形象，嗰個政府嘅政策嘅宣導，能唔能夠喺個傳媒裏邊起到正面嘅作用，就係靠佢㗎啦。但係佢嘅所作所為，就啱啱恰好同佢嘅所負嘅職責係相反，佢令到政府嘅形象更加不堪，本嚟已經不堪，有咗呢條友仔萬幾蚊一日嘅呢位賤人，佢嘅形象，政府嘅形象係一日比一日差。有個梁振英已經死咗2錢重，加多個馮煒光幫佢宣傳，就死夠1兩，係咪？最終喺媒體上邊寫文章公開抨擊呢個立法會議員，特別係啲反對派。舊年7月，黃碧雲議員揭發公屋鉛水事件，馮煒光喺個 Facebook 度連續3次轉發同一篇報導，質疑黃碧雲拖延公佈食水含鉛過量，又話咧如果真心為市民健康，點解要坐住2個月？請解釋。喂，真係奇怪。喂，嗰個係政府嘅責任，議員揭發咗啲鉛水有鉛水，你叫人哋去解釋喎？點解你遲遲唔公佈食水含鉛過量？咁關黃碧雲咩事呢？請問你點樣幫政府做宣傳做公關呢？請問可以賤到咁？仲要黃碧雲解釋，我們爭取民主係為民請命，坐住鉛水資訊2個月，怎算為民？請黃議員解釋。哇，好似好有道理咁喎。又指民主黨變成不敢面對公眾和記者，不敢解釋，上升到連佢個黨都鬧埋。喂，個議員，喂，去驗啲鉛水，應呢個市民嘅要求係嘛？跟住話俾你聽嗱，我成日講嘅，我哋做議員呢，就係去揭發問題，指出問題，唔係解決問題。解決問題係政府啊嘛，呢個仲唔清楚？咁呢條友做政府嘅政治公關，支萬幾蚊一日人工，係咪？成日晒佢架跑車溝女，攬女都冇所謂啦，嗰啲你私人生活係嘛？喂，大佬你喺個 Facebook 度或者喺媒體度係嘛？去批評一位議員，因為佢揭發鉛水事件，然後叫佢解釋點解嗰啲資訊你坐住2個月唔解釋，跟住仲要同啲網民嗌交。
即係支萬幾蚊一日俾呢條友，就係做呢啲嘢嘅。舊年10月，黃之鋒同埋李柱銘兩個人去華盛頓出席人權會議。馮煒光喺《頭條日報》專欄裏邊咧，其實呢啲咁嘅新聞統籌專員寫報紙專欄已經唔啱啦，大佬已經係啱唔啱？佢話黃之鋒喺香港出入就着 T 恤，但係此行就西裝骨骨，係尊重美國官員同埋認同規則禮儀嘅表現。咁點解黃之鋒喺香港唔尊重自己嘅國家國旗、國歌，以至國家委任嘅官員？大家應該記得呢個黃之鋒喺舊年國慶升旗禮嘅時候，背向5星旗抗議一幕，點解後美國而駁自己國家呢？實在喂，即係咁樣都噏得出嘅，大佬。喂，可以上綱上線到呢個地步，但係你係做新聞統籌專員，你做政府公關人員，喂，嗰兩條友去勾結外國勢力，係咪啊？你可以咁樣講啦，勾結外國勢力都可以嚇，即係你都可以噏佢呢啲，其實都係唔啱。喂，你講人哋着衫，香港着 T 恤，你美國着西裝，咁都有罪，又關你事。所以曾主席，你唔好着埋呢啲鬼五馬六嘅衫啊！馮煒光吉你嘅，你係唔尊重即係你個國家係咪？你叫咪中山裝係咪？唔知咩裝，雖然我都有。議員，我認為你用咗好多你嘅寶貴嘅發言時間嚟到講一個人，唔係好值得。一句咁多啫，你入嚟抽下水，大佬俾啲風度啦，係咪？即係我講開馮煒光呢條友，話人去美國着西裝，喺香港着 T 恤就唔係尊重自己嘅國家，咁都噏得出。咁又按照佢呢個邏輯，你都有問題啦，係咪啊？要着西裝嘅原來。同月舊年10月，馮煒光喺《明報》嘅觀點版又寫文章，即係咁多文章寫嘅多過你。雖然你最近成日寫文章抽人水，係嘛？日日嘅幾乎係。嗱，佢就批評咧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同埋政策研究學系嘅助理教授方志恒咧喺《明報》寫嘅文章係錯誤理解香港自治權嘅來源。方志恒同日喺 Facebook 回應咧就話有關內容係綜合現有嘅歷史同埋法律學者研究論述。咁跟住呢條友咧，馮煒光40分鐘就留言質疑對方將自己嘅國家講成係鄰近經濟強國，咁就疏離內地府，不承認自己國家府，曲線提倡港獨府。嗱，我覺得你不務正業，你咁 Q 得閒寫文章有人回應，跟住你又要反駁，喂，支萬幾蚊一日，你又做政府公關噶嘛，係咪？宣導政府政令噶嘛，你個職責係點解成日做埋啲咁嘅嘢咧？仲有，眾所周知，梁振英嘅 Facebook 帳戶咧就馮煒光打理嘅。嗱，主席，因為即係我反對納入啊，其中一個最重要就係成個行政長官辦公室嘅開支啊。咁我講馮煒光可能講得多啲，因為我對佢情有獨鍾，我而家唔講啦，我講行政會議。OK， 行政會議。而家最令人反感嗰個其中一位咧，就叫做李國章。李國章舊年曾經批評陳文敏事件泄密嘅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馮敬恩係大話精，針對佢開會時答應保密實事後反口。但係即係我哋讀舊書嘅人咧，會記得有一句咧，就係孟子講嘅。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為義所在。即係話馮敬恩即使係泄密，都符合孟夫子嘅呢個教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為義所在。為咗公義，泄密都冇乜所謂啦，大佬嘅意思係咁解，係嘛？我嗰陣時教書嘅時候，我記得有一個五角大廈嘅機密文件交俾紐約時報發表，牽涉到呢個所謂即係危害國家安全，由美國政府咧就禁制呢個紐約時報刊登嗰個報導。最後呢個案件咧鬧到最高法院，最終9名法官以6-3就裁決呢個紐約時報有權繼續刊載呢一個五角大廈機密文件，五角大樓即係國防部嗰個機密文件啊。咁所以李國章佢批評馮敬恩，因為香港大學生會會長啊冇誠信講大話，佢係企喺公義正義嘅對立面。李國章係飽受譏評，但係
梁振英都要委任佢做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要同香港人對着幹。在此之前嘅10月，香港大學生會就李國章不適合喺香港大學管治架構擔任任何職位作公投，結果有4850票贊成，170票反對，353票棄權，大比數通過一個公投，係否決呢一個即係嗰個公投就係李國章唔適合喺香港大學管治機構擔任任何職位，咁但係你都要委任佢做校委會主席。而李國章亦都喺電視節目度話，有一班小人只係靠大聲可以決定邊個可以、邊個唔可以擔任職位，香港將淪為無政府狀態。又批評呢一個叫做暴民管治，呢個係直接對大學赤裸裸嘅政治干預。一個抱着威權主義心態嘅人進入呢個香港大學呢間有超過100年歷史嘅高等教育機構，做呢個最高管理階層嘅負責人，不啻是對大學同埋整個社會嘅一個嚴重嘅威脅。呢位係行政會議嘅成員。喺1月28日，李國章指責嗰啲圍堵校委會議嘅學生看似吸毒，落毒者呢就係公民黨，或者更加過分。喂，你係政府嘅架構一部分嚟嘅，本身已經係行政會議嘅成員，參與密閥制定決策嘅人，你竟然喺你作為港大校委會主席嗰個身份講啲咁嘅嘢，話啲學生參加校委會議學生好似吸毒咁，而落毒嗰啲係公民黨。要代香港大學嘅學生同香港市民道歉。為一個心底裏就賤視學生嘅人，你去代表香港大學學生，咁你即係夾硬強姦所有香港大學嘅學生嘅啫。咁佢係行政會議成員喎，又要我哋用公帑，納稅人要用錢去出糧俾佢嘅喎，佢點可以繼續攞呢啲人工啊？主席係咪啊？點可以將佢納入啊？呢個附表其中有關行政會議呢個開支部分，更何況李國章批評陳文敏嗰個觀點係非常之反智嘅，報紙講過啦，唔需要再重複，係嘛？另外一位叫做張志剛，張志剛嘅極左言論係極不適合做行政會議成員。對於李國章事件，呢個張志剛竟然寫文章話，甄子丹飾演嘅葉問以一敵眾嘅形象深入民心，用呢個嚟形容李國章教授面對100幾十個學生，咁佢仲加句可能混雜咗相當多嘅校外人士嘅衝擊，3幾個同情學生嘅港大教師同埋一啲政客嘅衝擊，仍然從容不迫，揮灑自如。甄子丹係靠千錘百煉嘅中國功夫嚟克敵制勝，而李國章教授所依恃嘅武器就簡單得多，2個字就可以總結一個道理。而呢個道理都唔係咩高深學問，一般人都可以理解，也就是人之常情罷了。哇，大佬可以混淆是非到呢一個咁嘅地步，去為呢個李國章嘅惡行去護航，大家都係行政會議成員，天可憐見。我哋嘅納稅人又要俾錢呢啲垃圾，咁點解要俾錢佢呢？做咩要出糧俾佢？講到張志剛，佢點樣講 TSA 事件呢？佢好似國教事件一樣，照板煮碗，撈一大把選票，又將個責任推到家長身上，話一啲名校小三學生12份功課有 TSA 操嘅，亦都有冇 TSA 一樣係操。家長一年自己淘幾多腰包，買幾多課本，練習俾寶貝子女溫習。熱衷狂操猛亂嘅學校不操 TSA， 仲有大量題目可操，操測驗、操考試，將個責任完全推喺
呢啲學生同埋學生家長身上。喂，呢個咪禮橫節曲啊！做咩行政會議成員啊？明知嗰個係政府嘅教育政策嘅一部分，大佬，你學校冇得唔做噶嘛？仲有個羅范椒芬，不過我講到呢度夠鐘，休息一陣。張超雄議員。